请问，若是讲一个人足衰，俗语会讲倒一句话来用呢 ？A. 衰甲去互风沙溅着 ；B. 衰甲去互鸟仔屎滴着 ；C. 衰甲去互椅仔夹着。40秒的时间。真就衰啊！我知影水是迄种我的洗菜龟啊，这另外一种水啊，对啊，风沙溅着，风沙溅着，嘿，叫伊也夹着，啊，就有的啊，有的鸟屎去滴着啊，啊，我感觉应该是，我是感觉鸟仔屎，因为你一家门出去啊，就叫鸟仔屎直接放屎嘛，真衰，逐工拢爱天天飞来飞去啊，大家拢在放，啊，就倒位不爱放猎头啊，那样，真的，我应该是哦，用医生的车哦，别台车哦，拢袂有鸟仔屎，伊的车的玻璃拢鸟仔屎哦。阮兜的停车场有的一个树，有一个树啊有鸟，鸟啊啦，好，所以恁嘛是感觉鸟啊，丁丁敢有确定？确定哦，确定好，B 啊，哎，啊，不过恁拢就好啦，好 B， 好，你的答案是 B， 嘿，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水甲去有鸟仔屎滴着，对唔对？这个丢啊！这个无够衰啦，就甲你讲有确定无？来，咱听伊，衰的代志问我就对啊。好来，你我看你偌衰，我甲风沙较有迄个意境无？嘿，加着较疼吧。正对，溅着风沙溅着，椅仔夹着，讲一人衰，就伊嘛叫也定嘛先衰啊。哎，啊袂对啊，讲伊嘛叫咱相信。小平。相信你啊！哎好。水甲去哦，风沙溅着，对唔对？恁两对确实有影好朋友咧，你安尼无甲保险是安尼袂当，真正的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既然是毋捌发生过，两题拢结束啊，拢无人得到分数。不要紧，咱还有第三题好，你加载吼。来，听老师来解释，来。这三项代志当然咱拢会感觉讲真衰啦，对啊。啊，毋过你甲想看卖，椅仔是你家己要坐呢，椅仔你家己伫遐啊，定静伫遐。啊，你家己要坐啊，吼啊，你即马风袂煞，当然可能透风啦，吼，啊，鸟屎当然意外嘛，吼，啊，但是椅仔伫遐，无甲你解着啊，无代志的啊，会去夹着，哦，所以上衰是安尼啊，了解。啊，当然伊这夹，吼，咱当然知影夹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讲对两边边甲什么物件安尼夹掉，安尼夹嘛，吼。对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这无讲到足明啦，吼，这其实一般拢是讲查甫的啦，吼，啊，就是有大家家己想象啦，吼，嘿，啊，就是坐椅啊去夹着什么安尼啦，吼，嘿。